噼里啪啦，冲冲跳跳又来哟！咦，奇怪，让我有人睇七人咯。看到小朋友纯熟嘅建议，真是让人能看得目瞪瞪到。上一啲也趁小朋友喺练习嘅过程当中，有遇到乜嘅神奇嘅事情冇？接下来，让人能先来睇看下小朋友练习嘅心得吧。哥，我现在教你们我们流星球最简单的动作。好，那你先这样子。对，你做的很好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动作再大一点。好。你哥怎么连这个都不会？哦，就这这样。不用了。这样。好，你现在这样转一圈，转一圈。哇！其实你以后你可以拿棍子，就是一根木棍，然后练习转木棍。然后等你练会这个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脚套进去。我哋是世界社會民宿團隊，成立到而家差唔多有4、5年嘅時間，雖然咧而家差唔多有30人嘅，嘅包括我哋中人級同高人級，我哋咧民宿團隊不時出去攞杯表演，有嘅中小學聯院啊、屏東演院啊，還有我哋沙期嘅發通，我哋一度雖然係攏過希望可以去參加，也不時帶人出來參加一啲比賽。我哋目的呢，都係訓練雖然係膽量，我哋雖然係可以上去，我哋唔會驚，慢慢嚟表演，慢慢嚟俾人學習，也都係我攀學嘅一個目的之一啦。我參加民宿體育比賽係我哋呢溜繩球，我係因為我看到我哋以前的哥哥還有姐姐教也教得幾好看，所以我就開始有也興趣，就加入流星球隊。我練習了差唔多1年半的時間，就每擺都可以上台，就較唔會驚，比較有膽量，比較不會怕。嗰啲就會出手，如果有的時間就會打到頭南，我打到都市。不過因為我過學教嘢，所以我感覺打到唔會用嘅。過加入好誒，就繼續練習。其實我參加流星球，爸爸媽媽不會反對，然後我在家也會常常練習，所以在我家空地那邊都會常常就會看到我在那邊練習。每擺我出去比賽，無論係去表演嘅時間，一定攏會喺台下，就同我翕相，無論同我攝影起來。每擺我表演係一定會一個掌聲，都一定都會去跳，我嘛會去跳。一開始練的時間，會感覺挺難，還會打到自己，不過我感覺以後會出去表演，都感覺唔會痛的。我每擺若係安尼打到的話，我攏會安尼想，過以下都唔會痛的。中間有幾擺小的風險，不過經過先生嘅鼓勵後，我都想講繼續練，繼續加油。原本喺我帶新人出來表演，差唔多有溫暖失敗啦，原本喺本來最感動嘅一擺，做乜嘅話嚟講咧，攏擺我帶人出去表演嘅時節啦，一定喺間度要跌下來要失誤啊，該度會該緊張，該減少啦，一定會下來加入
我同佢講啊，高中啊都想練嘅啦，不過一班嘅感覺到有點跌下來唔怕，後平常時先生呀，按你鼓勵一點，唔怕跌下來唔怕，哦，聲音呢不少都會有時間會失誤，佢唔怕啦，哦，我哋平常時都按你鼓勵我哋嘅聲音咧，一班啊都感覺到也點我哋會成功啦，嗬，第二隻應該也會感謝，真是也。感謝我哋學校嘅一條先生一條教練，我哋所有嘅先生都義務教一條聲音咧，犧牲一家人，也犧牲我哋當初所冇嘅時間，先生，一條教練還有一條學生啊，也改善埋嘅，所以我哋喺間度講，一定練唔好時間，我哋也會鼓勵，喺一定練咧好表現過來啊，我哋也會唱一定出東西，一聲音咧也改調，也都係見每最大嘅感想啊。行喺小朋友嘅練習過程過後，係唔係想喺趕緊來欣賞人帶來嘅民俗技藝咯？接下來，莫做巴卡吉嘛，來欣賞小朋友嘅表演吧。